大家好，我係 Fely，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，書名係《小班長得不一樣》。喺開始之前，邀請你哋先撳個掣 subscribe 咗我嘅 channel 先啦。如果準備好，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呢本故事係講咩㗎咯喎。小班長得不一樣。從前喺茂密嘅熱帶雨林裏邊，住一隻小馬來貘，佢嘅名就叫做小班，而小班最鍾意就係佢嘅屋企人啊。雖然小班都好了解佢嘅屋企人㗎啦，但係佢心裏邊依舊有一個小小嘅疑問。佢發現咗爸爸、媽媽、哥哥同埋家姐都係黑白相間㗎，只有佢係花溜溜嘅。小班為咗尋找答案，就去咗拜訪佢嘅好朋友象象啦。小馬來貘發現象象同佢嘅媽媽生得好似樣㗎，不過仔細睇都仲有少少分別嘅。小班又同象象一齊去探訪娃娃啦，一睇，哇！娃娃一家人簡直係同一個模嗰度刻出嚟咁樣啊！只有大細有分別，其他方面呢，完全一模一樣樣㗎。到咗夜晚，象象、娃娃同小班又一齊去揾好朋友小猴。當佢哋去到小猴屋企嘅時候，發現小猴全家都生得幾乎一模一樣樣㗎，就連大細都差唔多，就嚟分唔出邊個先係佢哋嘅好朋友啦。可能就連小猴嘅屋企人都會認錯大家㗎。小班就好沮喪咁返到屋企，經過成日嘅旅程，佢發現自己嘅好朋友同佢嘅家人都生得好似，就只有自己同爸爸媽媽一啲都唔似樣啊！小馬來貘越諗就越唔開心，佢覺得自己嘅屋企人其實唔係而家養育佢嘅馬來貘，可能佢嘅真爸爸、真媽媽會同佢一樣都係花里花碌㗎。小班諗到呢度，覺得非常難過，最後就決定默默咁樣收拾好自己嘅行李，留低咗一張紙條，然後佢就去出發揾佢真正嘅爸爸媽媽。但係對於一隻咁細嘅馬來貘嚟講，喺熱帶雨林裏邊獨自旅行都太困難啦。一個唔小心，小班竟然喺深深嘅雨林裏邊蕩失路喎。為咗要睇清楚面前嘅路，小班急急忙忙咁樣撥開咗茂密嘅植物，估唔到就撞見啱啱路過嘅老虎媽媽同埋小老虎。老虎媽媽嘅聽力非常敏銳，一聽到草叢出現聲音，就用凌厲嘅眼神望向嗰啲草。而小馬來貘呢，非常緊張啊！要知道老虎喺肚餓嘅時候可能會捕獵馬來貘㗎，而且小班仲要得自己一個人，好可能會俾老虎媽媽捉走㗎。小班諗到呢度，忍唔住揞住自己個嘴，努力咁樣唔好俾自己嗌出嚟。冇諗到，老虎媽媽喺原地兩頭望望之後，竟然拖住小老虎離開咗喎。望到兩隻老虎遠去嘅背影，小班感覺鬆咗一大口氣啊！
但同時佢又覺得非常奇怪喎，點解老虎會發現唔到佢嘅呢？喺另一方面，喺小班屋企嗰度，當大家發現咗嗰張紙條嘅時候，好心急啊！全家人唔理危險，竟然喺個熱帶雨林裏邊四處尋找，不斷大嗌：小班，你去咗邊啊？快啲出嚟啦！好彩行咗冇幾耐，馬來莫一家就發現咗驚魂未定嘅小班啊！聽咗小班嘅疑惑之後，大家都紛紛拎出自己小時候嘅照片。小班一見到，終於放心啦。原來所有馬來莫細個嘅時候都生得一模一樣樣嘅，全部都有花哩花碌嘅花紋㗎。佢哋有咁花嘅花紋，係為咗要可以喺森林裏邊隱藏自己嘅蹤影，唔好俾佢哋嘅天敵，就例如老虎啦，發現佢哋。唯有咁樣，馬來莫先可以順利咁樣平安長大㗎。咁今日呢本故事就講完啦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有咩都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